第一日開始租車嘅旅程開始啦。而家我哋咧就離開呢一個郡山，下一站嘅目的地咧就係豬苗代。突然見到前邊哇！出現咗一大撇嘅彩虹，通常喺上空啊嘛，勁勁勁！由郡山市揸車去豬苗代，大概嘅車程呢係1個鐘頭多啲。由於當日我哋都好晏先至出發，同埋天氣呢就麻麻地，有時就落雨，有時就好大風，所以呢我哋索性呢直接揸去酒店，中途呢冇停過任何嘅景點。捐完呢一個山，其實個山都唔係好高嘅咋，而家入翻 city 啦，見翻啲屋啦。咁呢，我哋就到啦。呢度呢就係溫泉區。今次住嘅酒店呢就係呢一間啦，盤梯名湯。我哋今次會喺呢一間溫泉酒店入邊住一晚。房間嘅設計呢係好有傳統嘅日本懷舊式嘅感覺。攞咗房之後，由於時間都有啲晏，所以我哋只係喺酒店附近行咗一陣，然後就翻去浸浴。最後喺酒店食埋個晚餐，今日嘅行程就完結啦。而家我哋離開溫泉酒店豬苗代嗰度咧，就會去仙台。咁今日個天色咧都係麻麻地咯，係咯，都係陰天。終於嚟到仙台啦，我哋就係住呢一間酒店。呢一間酒店嘅位置咧就好近海邊嘅，我哋會喺呢一度住3晚。入到去原來仲有一個趟門先至入去間房。整體嚟講，房間嘅 size 咧都四正正咧，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而房嘅角落咧都有張書台仔添。嚟到仙台嘅第2日，我哋就安排咗去參觀呢一間啤酒廠嘅導賞團。如果你唔係自駕遊嘅話，你可以坐 JR 嘅仙石線響多賀城呢一個站落車，會有一架免費嘅穿梭巴士，全程嘅車程呢大概15至20分鐘左右。其實如果你想參觀呢一個麒麟啤酒廠呢，唔一定要嚟仙台嘅，響日本其他嘅城市呢都有佢哋嘅啤酒廠，都設有導賞團嘅。除咗啤酒廠之外，佢有啲地方都設有威士忌同埋汽水廠可以參觀嘅。有興趣嘅朋友可以上呢一個網站。其實最好呢就係預約咗買定飛先啦。由於我哋間酒店距離呢一個啤酒工廠呢只需要係5分鐘嘅車程，所以呢我就冇預約，過嚟碰一碰運氣先。當日我哋都好好彩，俾我哋即時買飛都可以參觀到佢哋嘅導賞團。參觀導賞團嘅費用呢就係500 yen 一位。買完飛等咗15分鐘左右之後，啤酒廠嘅導賞員就出現啦。雖然成個導賞團全程呢都係用日文講解，但係大家完全唔使擔心聽唔明。一入場嗰陣時呢，佢就會派一張叫做英文翻譯導賞卡俾一啲外國嘅遊客。每去到一個展區呢，卡上邊呢都有對應嘅英文解說，只係需要睇住張卡就可以跟上成個流程噶啦。第一站佢哋就帶我哋去參觀啤酒嘅靈魂，就係麥芽同埋啤酒花啦。佢建議我哋撕開個啤酒花去聞一聞，你會聞到一啲好清新嘅草本加埋少少果香嘅味道。原來我哋平時飲到啤酒嗰種微苦同埋回甘嘅獨特香味就係靠晒佢啦。釀好咗嘅蜜汁加埋酵母之後，就會儲存喺呢一啲低溫槽入邊，等佢哋發酵幾個星期至1個月左右。每一個低溫槽呢，全長呢有19米，單一個低溫槽呢個儲存量都好驚人嘅。通常一個槽呢就可以裝成10幾萬罐啤酒。除咗長19米之外，佢地下仲做咗一個1:1嘅切面俾你感受一下。仲有呢一個黃色板，上邊呢寫住，只要你將隻手貼上去，就可以即時感受到啤酒啱啱喺鋼槽入邊熟成嗰陣時嘅真實溫度。原來啤酒喺熟成嘅過程入邊，必須保持喺-1度至0度左右嘅極低溫，先至可以令到啤酒嘅風味變得清冽同埋純正。跟住呢，工作人員呢就會派發2小杯嘅液體俾大家試飲。呢一度呢仲未係啤酒嚟嘅，係完全冇酒精嘅蜜汁。
一杯咧就係1番榨，即係第1度嘅蜜汁，同埋第2杯咧就係2番榨，就係第2度嘅蜜汁。一飲落去咧個對比真係好明顯嘅。第1度嘅蜜汁飲落去咧係好濃郁嘅天然麥芽糖水咁，第2杯飲落去咧就明顯淡咗好多啦。試飲完之後，個導賞員就帶我哋行工廠嘅外圍，去到另一個工廠區啦。其實成個導賞團嘅流程，導賞員咧就會好細心咁樣提你啦。嚟到呢一度咧，你就只係可以影相嘅啫，又或者去到某一啲嘅地區咧，你就可以拍攝啦。嚟到呢度，你就可以睇到麒麟啤酒嘅百年標籤嘅演變，同埋佢哋仙台呢一個啤酒工廠嘅舊照片，去了解佢哋一啲嘅歷史故事。試飲完之後，就去到佢哋自動化嘅啤酒入罐、封蓋同埋包裝嘅現場。你會見到運輸帶上邊排滿咗密麻麻嘅鋁罐，聽講話1分鐘咧就可以入成過千罐嘅啤酒。睇住啲啤酒一排排咁樣排住隊去分流，都幾過癮。喺呢度我有少少嘅提醒，如果你去參觀嗰日咁啱撞正咧喺呢個工場休息咧，咁你就有機會睇唔到啲啤酒喺度喐噶啦。跟住咧就係要介紹鎖住美味嘅瞬間絕技。呢一個獨門秘方咧，佢哋有個學名嘅，就係叫做瞬間封蓋黑科技模型。意思即係話佢哋發明咗點樣可以一瞬間咧就可以完美將個罐蓋封死啦。個原理咧就係將罐身嘅金屬邊同埋罐蓋嘅金屬邊咬合一齊，壓到好緊密。呢一種物理捲邊嘅技術咧，速度快到極致，差唔多係幾分之秒內完成。最主要咧就係想香氣同埋氣泡散失之前，將啤酒嘅美味瞬間咧就鎖死喺個罐入邊啦。導賞員仲會用呢一部透明嘅小機器即場示範俾我哋睇。睇完呢一個示範表演之後，差唔多去到導賞團嘅尾聲啦。最後嘅環節咧就係試飲佢哋嘅啤酒，不過我哋要離開呢一座 building，行去第2個區域。就係呢一度啦，呢一度咧就係試飲啤酒嘅區域同埋手信店嘅位置。嚟到試飲區啦，台面咧上邊放咗一張官方嘅秘笈，原來咧係教大家點樣喺屋企咧都可以斟出一杯完美嘅啤酒秘訣指南。佢哋叫呢一個叫做2步倒酒法。首先將啤酒倒入杯入邊咧，倒到一半，等佢咧有啲啤酒泡走咗出嚟，然後等2分鐘，然後就貼住個杯邊倒埋其餘嘅啤酒。咁就可以斟出7成嘅酒、3成嘅泡沫嘅黃金比例，咁樣咧就斟出嘅啤酒咧就最綿密同埋口感最順嘅。導賞員都會即場示範一次俾我哋睇。佢哋仲會派一啲小食俾你送走添。咁咧，因為點解我揀呢個手解咧？係因為我唔揸車嘅，咁佢先至可以飲一杯正常有 alcohol 嘅啤酒。咁通常因為揸車嘅要報清俾佢聽咧，佢就俾佢飲呢個 drink non-alcohol 係啦。同我平時我好唔識啦，接觸嘅啤酒有時覺得點解唔中意飲咧，就係唔中意嗰啲苦味。咁可能麥味就係咁樣，但係呢一個咧就好清嘅。咁但係頭先咧，我哋參觀嘅時候咧，佢試過去純嗰個麥味嘅時候，就佢俾2杯我哋試，一個係初榨咧，即係叫一個係再榨過咁啦。初榨嗰個係好清甜嘅喎，咁所以今次有啲認識咯。頭先我攞呢杯嘢嘅時候咧，嗰個姐姐問我中唔中意啤酒，我話我麻麻地嘅啫。呢個咧係 premium 嚟嘅，我叫佢斟少少俾我，因為一來我唔好啦，少。呢個好似濃啲，但係就帶甜啲嘅一個咁呢隻先係 premium 呢一隻嚟嘅應該。呢個標誌咧就係提醒你係一個駕駛者。好清甜口，好清甜啊！冇酒精都幾好飲喎。我中意飲呢隻。試飲完佢哋嘅啤酒之後，記得唔好走住啊！行埋佢哋嘅手信店。
除咗招牌嘅一番炸，呢度仲展示咗麒麟嘅限定精釀啤酒系列，仲有展示呢一部好吸引嘅家用生啤機。主打咧就等大家可以訂購翻屋企嘅，咁你就可以隨時都喺屋企斟出一杯新鮮，好似酒吧入邊現場綿密泡泡嘅生啤啦。臨走前佢仲有個地方俾你影一張相留為紀念。參觀完啤酒廠之後，由啤酒廠出發，開車大概揸5分鐘左右，就可以嚟到呢一間位於仙台室外自助燒烤生蠔嘅場地啦。呢度除咗有120分鐘任食嘅放題之外，你亦都可以好似我哋咁按自己嘅食量嚟叫。我哋冇揀食放題，反而咧選擇咗散叫2 kg 嘅生蠔。對我哋嚟講咧，份量啱啱好，食得精緻又唔會浪費。我哋去到嘅時間咧已經係下晝差唔多2點鐘左右啦，場內嘅人客都唔算好多，反而咧多咗一份難得嘅寧靜同休閒。食燒蠔咧，我就最中意咧去呢啲地方。呢啲地方嘅意思係咩咧？佢某程度上咧係純食燒蠔，咁咧就可以好滿足嘅。但係我同 Wilson 真係而家食唔到咁多，咁我哋就唔任食啦，就叫咗2 kg 咯。咁2 kg 佢要5000咧，係啦。咁咧嚟到咧好多嘢自助嘅筷子啦、手襪啦，係啦。咁佢會有紙巾啊、牙籤啊、有水啊俾你咁樣咯。1 kg 咧就係呢一盤嘅生蠔啦，佢建議我哋咧首先咧就燒4分鐘，冚住蓋去燒嘅。好啦，夠鐘啦！新鮮即燒嘅生蠔咧，入口咧係鮮甜，好多汁嘅，仲帶住一陣陣嘅海洋嘅鹽香味。睇下呢一啲生蠔，真係粒粒咧都好超級肥美。好肥大，好肥大啊！呢隻一打開個殼咧，鮮甜嘅蠔汁即刻湧晒出嚟，望見咧真係流晒口水。雖然我哋錯過咗最熱鬧嘅午市高峰期，如果你係去開仙台參觀啤酒廠，結合呢2個活動喺埋一齊，真係都唔錯喎。第二朝一早食完早餐之後，就嚟咗呢一個魚市場。呢一個魚市場絕對係日本東北地區規模最大嘅海鮮批發市場之一。入邊咧大概有成100至140間嘅專門店。呢一度咧唔單止係當地嘅專業廚師入貨嘅地方，普通嘅旅客咧都可以用批發價喺度買到最新鮮嘅三陸海鮮。咦，咁有乜嘢叫做三陸海鮮呢？三陸海鮮咧係指嚟自日本東北地區嘅三陸海岸一帶嘅海域捕獲嘅魚類同埋養殖嘅水產品。呢一個名咧喺日本嘅飲食界咧係代表頂級、新鮮同埋高級嘅品質。而三陸海岸咧就係指而家你喺圖片見到紅色線嗰個部分啦。佢主要咧就係由青森縣一直向南延伸，經過岩手縣，直到宮城縣。我哋而家所在嘅魚市場咧，正正咧就係位於宮城縣嘅海岸線上邊。因為呢一個地理位置，令到佢成為世界3大魚市場之一，海產咧特別豐富同埋新鮮嘅。特別要一提嘅咧，鹽府港嘅吞拿魚嘅產量咧係全國最頂級嘅。因為鹽府港嗰個位置咧就係位於宮城縣嘅中部海灣，面向太平洋。呢度咧係一個好天然嘅避風港，擁有好優越嘅地理環境。大部分嘅東北地區咧，特別係吞拿魚同埋各類肥美嘅三陸海產，啲漁民咧一捕獲之後，第一時間就送到嚟呢一個港口噶啦。所以喺鹽府呢一個魚市場，最著名嘅頂級吞拿魚，無論係油脂分佈均勻嘅大拖羅、中拖羅，定係新鮮肥美嘅刺身，全部都係由鹽府港嘅新鮮直送。最正嘅係呢，就係大家可以喺呢度自由挑選自己中意食嘅海鮮，跟住即買即食，或者發揮下自己嘅創意，自製一碗獨一無二嘅我的海鮮檔。最緊要係魚市場入邊亦都有提供一個好乾淨嘅地方環境，俾你可以喺度慢慢進食。除咗賣一啲新鮮嘅魚檔嘅鋪頭之外，呢度都亦有賣一啲乾貨嘅鋪頭嘅。你會見到咧有軍布啦、魷魚啦，同埋一啲元貝賣嘅。有一啲嘢要提一提大家，如果想嚟呢一個魚市場呢，魚市場咧係一般朝早營業嘅，到咗中午呢，大部分鋪頭都開始陸陸續續收檔啦。不過到晏晝呢，你就有機會執到一啲特價嘅貨品。總括嚟講，無論你係海鮮迷定係中意深度體驗日本文化嘅朋友，呢一度呢絕對係你嚟仙台唔可以錯過嘅其中一個景點。
行完個魚市場之後，我哋再揸多12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到仙台一定要去嘅景點，就係松島啦。去松島玩呢，好多人都會擔心架車停喺邊度好呢？我有個小貼士俾大家，如果大家唔介意行10分鐘嘅，我介紹一個可以免費停車嘅地方俾大家，就係呢一度啦。佢叫做丁瑩無料駐車場，係完全唔使收錢嘅，旁邊仲有一個洗手間添。大概行10分鐘左右度呢，你就可以嚟到呢一個松島嘅海岸站。就響火車站旁邊呢，我哋發現呢已經可以買到遊覽船嘅船飛。好啦，而家我哋呢11點8，趕住搭12點鐘嘅船啦。買飛俾我哋嘅叔叔呢，俾咗一張地圖我哋，叫我哋呢盡快行去個碼頭度。好彩呢個碼頭呢都唔係好難揾嘅啫，沿住個海岸線行就見到啦。去到碼頭已經開始排緊隊，準備上船啦。松島ご遊覽の皆様方にご案內申し上げます。松島灣內一周政宗コース。呢一張呢就係遊覽船嘅航線地圖。好啦，開始準備乘搭呢一艘新造嘅觀光船，叫做第3人王丸。全程呢大概係50分鐘左右，響呢個松島灣裏邊環繞一周。日本3景之一嘅松島呢，最大嘅特色呢，就係成個海灣呢散落咗有成大概260個大小不一嘅奇岩小島。坐遊覽船呢，你就可以用最近嘅距離慢慢去欣賞呢一啲島嶼嘅景色。其實根據嗰個行程表入邊呢，好多島呢都係有名嘅，例如好似貌似中嘅中島啦、千貫島、雙子島同埋水島等等。喺船艙入邊呢，其實全程呢都有日文同埋英文嘅導覽嘅。好啦，話咁快呢隻遊覽船又駛返去碼頭啦。作為日本嘅3景之一，嚟到仙台嘅松島，你一定唔可以錯過呢一個觀光船啦。離開咗碼頭之後，我哋沿住海邊大約行咗7分鐘左右，嚟到呢一個好受歡迎嘅松島魚市場。魚市場嘅門口呢，正正又係對正室外嘅燒蠔任食放題。松島魚市場呢，總共有2層嘅，地下呢主要都係賣一啲海產乾貨，而樓上呢就有一個好地道嘅美食食堂。玩到肚餓呢，上嚟醫肚就啱晒啦。今日我哋選擇咗食拉麵，叫咗一碗擔擔麵同埋一碗蠔拉麵。如果中意食蠔嘅朋友，呢碗拉麵呢真係好正嘅。而碗擔擔麵呢都冇令我哋失望，都係好高嘅水準。食飽咗之後呢，真係要細心行下呢個松島嘅魚市場。啲貨品擠到密麻麻，真係令你睇到花多眼亂。除咗新鮮嘅海產之外，呢度呢仲有好多具有宮城特色嘅手信。喺啲貨架上邊，你會喺呢度揾到仙台最有名嘅名物，就係竹葉魚餅啦。仲有呢一款係松島魚市場最受歡迎嘅國產燒蠔風味即時嘅烹調禮盒，好似呢一款咁係帶有柚子味嘅燒蠔。除咗各式各樣嘅海產乾貨、紫菜同埋唔同種類嘅調味油，你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哇！而家我哋行到3點啦。呢個松島咧，其實都幾好嘅，因為呢條街咧又唔算好長嘅，又唔係好短啦。但係每間鋪頭賣嘅嘢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係啦，就唔會話好似成日都係一模一樣咁樣。不過而家咧呢個時間咧，日本咧4點零鐘就已經天黑啦。有咁早咩？係啊，4點零鐘到㗎，開始黑㗎，5點都差唔多黑晒㗎啦。因為始終都係踏落佢哋嘅秋季尾冬天後啦，而家係屬於英國咁。係啊。臨走前呢，可以嚟一嚟呢一個國寶級嘅寺廟，叫做穗岩寺。由於佢收3點半，所以呢，我哋就冇買飛入場，只係喺外圍嗰度行一行啦。總括嚟講呢，松島呢一個地方真係比我想象中更加值得慢慢探索。唔單止可以坐觀光船去近距離欣賞各式各樣嘅奇岩小島，岸邊呢仲有行唔完嘅手信小店，仲有充滿地道風味嘅松島魚市場，仲俾我哋食到極度驚豔嘅蠔拉麵，仲有記得唔好錯過呢一個國寶級嘅寺廟穗岩寺。臨走前呢，記得喺呢個穗岩寺嘅外圍行一行。呢一度呢，真係有一種遠離煩囂嘅寧靜感，每一步呢都呼吸到大自然嘅氣息。聽日呢，我哋就會離開仙台啦。臨走前一定要試下呢一度最著名嘅仙台牛。
我哋咧就揾到呢一間充滿日系炭火風情嘅燒肉店，大家睇下啲肉嘅油花嘅雪花紋，真係分佈得好均勻。用傳統嘅炭爐嚟燒咧，一放上去就聽到吱吱聲，炭香咧夾住濃郁嘅肉香咧，即刻飄晒出嚟。真係個質素好高咯！一來嚟咧，佢用炭爐，真係用炭燒；第二，佢啲牛肉咧，係好正嘅，係啊。咁最唔好忽略咗係乜嘢咧？個豬肉，佢個豬肉係點講咧？佢反而仲冇牛咁流啊！但係咧，佢本身有肥嘅喎，但佢唔流嘅喎，係啦。咁我覺得真係唔錯啊！其實成間鋪頭入邊咧得4張台㗎啦，我哋今日好彩冇預約都可以俾我哋食到。下一站我哋會沿住日本嘅東北海岸線繼續北上，會嚟到岩手縣面積最大、本州最東端嘅城市宮古市。我哋仲會去探索響岩手縣總共有3個唔同地區嘅鐘乳洞，一定更加唔少得嘅就係當地嘅美食啦，同埋響宮古市嘅景點，所以響下一集大家千祈唔好錯過。順便喺度 update 下大家，我哋今年喺4月已經正式搞掂咗，順利拎咗英國嘅永居權啦。